圖大熱，目前係6。好啦，一起步陽光傳奇咧嚟咗一個大慢閘啊！前面快噶嘛，好多隻啊！內欄怪獸豪俠快啦，中間線路光明，外邊啊精算奇賢啊，守住內欄第4，慷慨有喎。第5位黃衫呢，仲有東方精神啊，攝咗入去內欄第6位喎。黑衫紅帽藍眼罩，大家開心啊！響外邊仲有勁進無敵啦，後邊5匹馬進爵士啦，尾4位置陽光傳奇啊，後邊3隻咁啊有旅遊達人旺鋪永勝內欄呢，黃黑格仔衫有欄㗎，係嗰隻英勇猴王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尾段啦，放頭嘅馬係怪獸豪俠啊，響佢外邊呢就精算奇賢啦，守住個內欄第3，線路光明啊，第4位就東方精神啦，進佔第5，外邊勁進無敵，內欄第6位呢仲有大家開心啊，數後邊嘅馬咁啊有進爵士上咗少少啦，尾5陽光傳奇，後啲先有慷慨有英勇猴王旺鋪永勝包咗落尾旅遊達人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咁啊見到怪獸豪俠仲係佔先半個身位嘅，精算奇賢呢就一路追緊佢噶啦，中檔位置上嚟有勁進無敵嘅，有騎師墮咗馬，大家開心啊！最後100米到啦，怪獸豪俠依然係佔先半個身位，精算奇賢第2位，外邊上嚟仲係勁進無敵，接近終點。咁啊呢隻怪獸豪俠擺咗喺前面呢，就一放到底啊！第2名嘅馬勁進無敵，逐步咬上嚟，就將精算奇賢就趕過咗。咁啊至於第4名嘅馬，外邊追上嚟有進爵士，中間陽光傳奇係比較接近啲啊！不過有個意外啊，大家開心啊，墮咗馬嘅。贏馬何良啊，起碼生日啦，咁啊巴道一檔啲飛都好硬正，落到飛燈嘅勁進無敵跑過第2，精算奇賢第3，後上第4進爵士。睇下加唔加得晒啲分啊！而家18分爭8分啊！今場啊蝕1磅上陣嘅，一放到底冇嘢嘅，企翻起身啊，布文啊，都以為都幾驚險啊！打1650米大熱係3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呢，中間怪獸豪俠喎，咁啊響入邊有2隻智多福啦，全程路通啦，出邊咁啊紫色衫啊8彩走埋上去啊，守住個內欄第5啦，淺藍衫呢就宜昌勇士啦，出邊深藍衫呢就美滿星雲啊搶唔到啦，馬林中間橙衫仲有樂天派啊，後多層嘅馬啦，內欄咁啊大約尾4到啦，咁啊有呢隻行進之寶啦，星際精英外邊尾4呢就搶唔到添啊，後邊2匹馬咁啊分別有美麗新星啦。日日靚就暫時殿後啊！好啦，開始跑對面直路啦，放咗出嚟嘅馬呢係嗰隻怪獸豪俠嘅8彩係第2位，外邊啊咁啊埋唔到嚟啦。美滿星雲啊第3，內欄第4係智多福啊，中間第5嘅馬呢仲係全程路通啦，出邊紅帽第6位呢就星際精英啊，內欄第7淺藍衫大面箍嗰隻呢就宜昌勇士啊，咁啊尾4到啦，咁啊橙衫中檔樂天派啦，出邊走啦，咁啊有呢隻呢就日日靚啦，咁啊美麗新星尾二內欄暫時殿後。紅衫係行進之寶嚟嘅，好啦，過呢個600米段處啦，怪獸豪俠就帶嚟咗1個身位到啦，原欄上咗少少，係嗰隻智多福啊，中間仲有8彩，外邊係美滿星雲啊，中檔第5位係全程路通啊，等入邊淺藍衫呢就係宜昌勇士啦，等入邊紫色眼罩行進之寶啊，攞出去中檔上有樂天派，外邊追啲嘅馬呢仲有星際精英啊，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啦，怪獸豪俠走甩咗1個身位啊，見到中間位置美滿星雲啦，外邊上緊嚟嘅馬仲係全程路通啊。攝入邊追有宜昌勇士，外邊上咗個樂天派，接近終點，怪獸豪俠依然係佔先啊！宜昌勇士逐步追緊上嚟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埋邊嗰隻怪獸豪俠係咪有機會到先呢？宜昌勇士呢個勢殺上嚟就好勁啊！咁但係呢，第一眼望落去啊，似怪獸豪俠就有機會到先啦。咁啊，宜昌勇士一路追緊上嚟，全程路通第3，美滿星雲跑第4。邊隻贏啊？係咪又係7號馬？怪獸豪俠入邊嘅，出邊係宜昌勇士，兩隻馬都好近啊！多數都裏邊影相好啲嘅，加埋7號加持喎，睇下。Lucky 7睇個款真係又係7號啊！第3名啊全程路通，第4名啊美滿星雲啊沿路3碟。一放到底。時間都好慢啊，因為隔離拍住佢嗰隻8彩第8，黃旗舉。
好啦，一開閘睇下邊只馬走到出嚟先。咁啊，飛躍精英快啊，線路光明第二，內欄第三有怪獸豪俠啊。大外檔啊，紫色眼罩走上去就歡樂好友啊，大約4、5位啦。出邊粉紅衫有月球嚟㗎，淺藍衫咁啊，大約跟住個6、7位度啦。仲有呢隻前途光明啦，白衫白帽飛躍海船啊。內欄尾5神魔金剛啦，尾4灰馬紅衫上袍精選，尾3呢橙色眼罩係前鋒嚟㗎。殿後2匹馬蒲合超德同埋一隻就街景臨門嚟嘅。去到對面直路種尾段啊，前面放嘅馬就歡樂好友嚟嘅，跟住喺第2位呢就線路光明啊，內欄第3就飛躍精英啦，跟住個第4位係月球啊，內欄第5呢就係呢隻大熱門馬啦，橙衫嗰隻呢就怪獸豪俠啊，內欄位置紅眼罩淺藍帽仲有神魔金剛啦，中檔前途光明啦，掟到最出係飛躍海船嗰啲馬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歡樂好友仲係佔先嘅，咁啊線路光明就中間追啦，攞出去外邊啊，怪獸豪俠嘅衝勢亦都相當勁啊，最出嗰邊呢，咁啊仲有呢隻飛躍海船啦，中檔位置神魔金剛，大外檔就係前鋒啊，接近終點啦，怪獸豪俠將後邊嘅對手遠遠掟甩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，飛躍海船呢就跑第2。第3名神魔金剛，第4名有前途光明同埋前鋒呢就需要影相啊！結果呢隻怪獸豪俠話你知得翻2.5倍大熱門贏啊！跑第2名呢係嗰隻飛躍海船啊！第3名神魔金剛，第4名前途光明同埋前鋒需要影相。除咗個二套都熱到辣手嘅，臨尾2.5倍啊，1.3位置，怪獸豪俠二檔潘明輝。飛躍海船跑過第2，第3名呢就係神魔金剛，第4名前途光明。哇！臨尾都掟咗個比較闊嘅彎啊，飛躍海船。入邊啊，蒲合超德啊，飛躍精英嗰啲係塞嘅。收姜。5班千二嘅短途賽，準備。好嚟日開閘嘅時候啊，咁啊都好平排喎，閘商啊，快少少嘅馬就怪獸豪俠高明力量啊，出邊係欣樂人生啊，內欄第4位就日日獎啦，粉紅帽第5呢就宏財啊，咁啊南區旺俾人頂咗喺出邊，淺藍衫嗰匹啊，後邊3隻分別有前鋒啦、欣感啦，暫時殿後橙色嗰隻係神速馬車嚟㗎，去到對面直路中段咯，放頭跑嘅馬就怪獸豪俠啦，緊隨第2位啊，埋邊就欣樂人生啊，南區旺一路響外邊冚上嚟進佔第2添。第4位日日獎，第5位高明力量，後邊嗰4匹馬有呢隻欣感啦，粉紅帽就宏財啦，暫時殿後一隊前鋒埋欄位置，橙衫橙帽就神速馬車嚟㗎。好啦，咁轉緊彎嘅時候啦，前面怪獸豪俠就放啦，南區往外邊呢就一路逼住佢啊，咁啊落後咗個零身位，響第3位先有欣樂人生啦，日日獎第4啦，入邊慳啲位嘅馬呢仲有欣感啦，揈出去外邊追啊，有宏財㗎，最後200米到啦，怪獸豪俠放嚟後邊嘅對手最少有2個馬位啊，進佔第2位嘅馬就係欣樂人生啊，咁啊埋邊南區旺唔多啦，出邊宏財上緊，大外檔仲有神速馬車接近終點，放頭咪得咯，呢隻怪獸豪俠一放到底啊，跟跑第2名啊嘛係欣樂人生啊，第3名宏財，第4名外邊追上嚟係神速馬車啊，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怪獸豪俠咁啊特別跑法就冇噶啦，最緊要就係擺前先啦，欣樂人生開頭俾人頂咗喺3搭。咁啊，慢慢跟翻上嚟，結果跑第2，第3名係宏財，第4名外邊追上嚟神速馬車。好啦，谷草嘅開羅戰，細潘喎，繼續旺落去啊！怪獸豪俠落飛得手啦，綠燈啊！跑第2名欣樂人生，第3名宏財，第4名呢橙衫神速馬車。係啊，臨尾落飛落到56蚊開跑啊！怪獸豪俠。佢次次都落飛嘅，但呢啲咪有誠意嘅跑法咯。但係宏財點解留